我係一個成日會諗嘢嘅人。啱啱開始育兒嘅時候呢，我有諗過我性格咁內向，係咪喺育兒方面有啲輸蝕呢？即係我好少會去啲好多人嘅地方，我亦都唔會日日出街，又唔會成日去參加啲咩活動啊。就算去完其他活動啊，即係譬如生日 party 啊，又要用返相對嘅時間休息。咁當我冇出去嘅時候，係咪影響咗小朋友去探索嘅黃金階段呢？首先講明呢，我唔覺得內向性格係輸蝕嘅，我哋絕對有自己嘅優點，即係我唔會比較內向同外向究竟邊個叻啲啊！即係喺我嘅世界，只有適唔適合嘅啫。咁所以呢，為咗我自己唔好貶低自己嘅價值呢，我嗰時呢就寫低咗內向人做父母有咩優點啦。咁都寫低相對嚟講，對於外向嘅父母又會有咩缺點啦。咁我首先講下內向嘅父母面臨嘅挑戰會係啲咩？大概分幾點啦。第一樣，內向父母容易因為小朋友持續互動而覺得好攰，因為我哋需要更加多嘅獨處時間去恢復我哋嘅能量。但係育兒呢，就一定係24小時貼身，成日會有好多噪音、好多碰觸，甚至好多社交需要，咁都會令到我哋嘅感官覺得好攰。第二點，除咗小朋友嘅持續互動，有時一啲社交需要，例如係一啲 playgroup 啊，或者報一啲體驗班啊嗰啲，喺呢啲咁嘅情況下呢，就算連報名呢一個步驟呢，其實都需要用少少能量嘅。就係我哋去到活動嘅時候，可能會表現得冇咁 enjoy，即係我哋本身都要一個長時間去適應嗰個環境啦。適應環境去到樂在其中，中間都有段距離㗎嘛。當我唔夠熱情嘅時候，小朋友會唔會覺得呢樣嘢唔好玩呢？小朋友會唔會覺得呢樣嘢其實唔好嘅呢？小朋友會唔會因為我嘅表現令佢覺得呢件事其實好悶呢？變咗完全冇興趣呢？跟住因為我嘅適應時間要長啲，會唔會令到佢哋冇一個積極嘅氣氛，冇一個更加好嘅自信感？第三，但係當你要繼續育兒嘅時候，能量值嗰條巴呢，只會越嚟越低。但係呢，我哋又會有情感掙扎喎。我唔可以唔理小朋友㗎喎。你知內向嘅人都會比較情感細膩啲。當我哋覺得小朋友冇人理啊，可能佢會好唔開心啊，咁我哋就會逼自己去陪佢，去繼續同佢玩，咁就開始更加忽略咗自己嘅能量復原。去到第四點，如果我哋真係冇任何休息時間或者能量復原嘅時間，我哋會好容易嬲啦，所以亦都會直接影響咗同小朋友嘅互動品質。你以為陪緊小朋友啦，但係其實唔係一個 quality time。可能你只係坐咗喺隔離，但係你冇真正咁樣陪過佢，或者你當中表達嘅情緒已經係唔好嗰方面啦。第五點，咁內向嘅媽媽呢，就開始質疑自己啦。究竟育兒嘅價值，我有冇辦法做得到呢？跟住呢，都會可能增加咗焦慮啦，或者抑鬱嘅風險，因為育兒嘅期望同我哋嘅內在需求，即係獨處，係有衝突嘅。咁呢啲就係我覺得內向人會比較輸蝕嘅嘢啦。咁我又諗啦，內向人可以畀到小朋友有啲咩特別嘅優勢呢？根據好多心理學嘅書啦，或者一啲講關於內向嘅書，即係安靜就是力量啊，內向心理學啊，內向者優勢等等，加埋其他社會研究啦，內向父母嘅優勢呢，都顯示到我哋喺育兒呢條路上邊唔一定會比其他人差。第一點，內向父母通常都會有優秀嘅聆聽能力，我哋可以深入了解小朋友嘅情感需求，可以提供到深度嘅支持。以我自己為例啦，我係內向，而我老公係外向嘅，
所以如果小朋友需要一啲情感需求呢，通常係由我去提供嘅。我會比較清楚知道佢哋呢一刻最主要嘅感受係乜嘢，觸發點係乜嘢，嬲啊、矛盾啊、尷尬啊、罪惡感啊等等，可以幫助到小朋友佢哋認識到情緒到底係乜嘢。即係譬如小朋友去到一個新嘅地方，佢企咗喺度，佢唔想去玩，我知道係因為佢嘅不安全感啦，佢未見過呢樣嘢，佢想觀察一下先，俾少少時間佢自己定落嚟。咁我都會同佢講，呢個環境係安全嘅，我亦都會喺度陪住你。你而家可以睇下邊樣嘢你想玩先，你覺得 ready 嘅，咁你就去玩啦。第二點，內向父母鼓勵小朋友發展獨立性。我哋會避免過分干預，令到小朋友學識更好嘅自我管理。內向嘅父母本身都好享受自己嘅獨處時光，所以我哋都會更加理解同埋鼓勵小朋友進行更加多嘅獨立遊戲。而呢種行為呢，都可以培養小朋友嘅創造力啦、自主性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。第三點，內向父母幫助小朋友揾返內心嘅平靜。會盡量創造一個低壓力嘅環境，有利小朋友心理健康。因為內向嘅人思考嘅過程通常會比較多，時間都會比較長，會換位思考，究竟小朋友依家諗緊係乜嘢呢？會諗下，如果我依家喺呢個情況，我會諗緊啲咩？我會由咩角度去諗呢？咁就會避免咗好多衝突，亦都會提醒自己要多啲溝通，多啲表達出嚟。呢啲都有利小朋友心理健康。第四點，內向父母避免過度安排小朋友嘅時間表，因為我哋自身對安靜嘅需求或者休息時間呢都好着重嘅。即係我通常一日裏邊上晝一樣嘢，下晝一樣嘢已經係最盡噶啦，大部分時間都係一日一個活動。我覺得咁樣可以培養到小朋友對悶嘅睇法。悶唔一定係一個負面感受，悶嘅時候，即係你有更多機會、更多空間去做你自己想做嘅嘢，會有更加多嘅自主性啦、自發性啦，可以自己去揾下自己想做啲乜嘢。我自己覺得呢，小朋友係有時候需要悶下，我唔想佢哋太依賴外在嘅環境俾佢嘅感覺。我覺得呢樣嘢都係一個培養興趣啦、發展創造力嘅方式。第五點，內向父母偏向比較有同理心，相對地呢都會比較避免衝突，傾向喺屋企會營造一個相對安靜、維持一個和諧嘅家庭環境。呢啲都有助小朋友去專注學習啦、閱讀，培養獨立思考嘅能力。第六點，內向嘅人呢比較傾向睇重事物嘅本質同埋內在價值，而呢一種嘅態度呢都會引導到小朋友去認識自我，培養同理心，而唔係追求外在嘅成就。其實我哋自己係一個好優秀嘅溝通者，正正係因為我哋知道換位思考，而我哋自己敏感度都高啦，知道應該點樣去講，或者喺一個咩環境或者咩氣氛之下去講，所以我哋對小朋友嘅敏感度都好高，比較容易回應到佢哋嘅需要。總括嚟講呢，內向嘅父母更加着重小朋友嘅內心世界，所以我哋偏向打造一個擁有安全感、識得同自己相處嘅世界俾小朋友。未來充滿不確定，培養小朋友嘅韌性，識得點樣同自己相處，我相信對佢哋將來一定有幫助。我頭先所講嘅所有嘢呢，唔代表外向父母做唔到嘅，我亦相信好多外向嘅人都會做到以上嘅嘢。我想講嘅論點係，各位內向嘅爸爸媽媽，包括我自己，我哋唔需要貶低自己嘅價值，我哋應該更加利用自己情感細膩嘅優勢去行育兒呢條路。每一個小朋友都係獨特嘅，世間上都唔會有一套育兒方式可以完全符合自己嘅小朋友。就算我哋冇一個好高嘅 energy 去陪伴小朋友，可能冇咁跳跳紮咁樣去參加啲活動啦，或者屋企遊戲啦，冇咁有活力啦，
但唔代表小朋友會冇自信、冇好奇心、冇幸福感㗎嘛。我亦都絕對有羨慕過外向人嘅特質啦，精力充沛，可以積極同小朋友參與各種活動，睇住佢哋玩都會覺得開心啲同埋有趣啲。外向嘅爸爸媽媽又好健談啦，亦都善於表達，小朋友學講嘢都會叻啲。但係同時間我都唔會覺得自己比下去嘅，因為我清楚呢個係性格特質，冇優劣之分。成功嘅父母唔係由內向或者外向決定，而係由愛、耐心、理解、適應能力嘅推動，同埋同小朋友成長嘅意願。今日嘅節目又嚟到尾聲啦，我又想邀請大家思考一下，你嘅內向或者外向嘅特質喺育兒當中帶咗俾你最大嘅優勢係咩啊？你又諗住可以點樣運用你嘅優勢，同時間亦都補足自己不足之處，去迎接帶嚟嘅挑戰呢？我哋嘅內在特質就係我哋最獨特嘅育兒能力。今日我哋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見。